荃灣線喺2026年3月15日啟用咗新信號系統之後，第一列 Q Train 隨即喺3月29日首航，其餘亦都喺之後陸續投入服務。截至7月中，已經有15列新列車投入服務啦。如果去到荃灣車廠，間唔中都會見到有新列車喺車廠入面做測試，數量次次都唔同。題外話，自從新信號系統啟用咗之後，列車去到荃灣站，會喺荃灣站以北嘅導線掉頭。大家估唔估到掉頭需要幾多時間呢？我哋依家一齊睇下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 Rail Tutor。